哈嘍港圈迷們，我係港妹啊，歡迎鎖定我嘅頻道。港圈秘聞、明星往事、內幕通通拿捏晒，嗰啲聚光燈外嘅恩怨情仇同人生抉擇，先至撞住最真實嘅人性模樣㗎嘛。大家都覺得豪門婚姻係人生巔峰，金銀滿屋，錦衣玉食，風光無限。嫁入賭王可家，更是早墳墓青煙，從此一步登天。但係港妹今日就要同大家徹底踢爆真相，嫁入賭王可家嘅女婿，冇一個有好下場，個個慘到你不敢信。一場場看似郎才女貌、美滿無缺嘅豪門婚姻，背後淨係血淋淋嘅殘酷真相，撞不住嘅利益算計，反轉多到你估唔到，驚掉下巴。有人負債累累，變賣資產度日；有人鋃鐺入獄，身敗名裂；更有人慘死街頭，死後無人收屍。到底係可家有揮之不去嘅豪門詛咒，定係呢啲男人貪得無厭，自食惡果？先講第一個，當年佢娶賭王千金嘅時候，排場大到震驚全港，婚禮耗資千萬，名流雲集，所有人都話佢好命，揀到咗金龜婿，從此飛黃騰達。佢本身都係有頭有面嘅人物，家底唔錯，同賭王千金嘅結合，被外界稱為神仙眷侶。人人都羨慕佢嘅好運，但誰能估到呢場看似美滿嘅婚姻，僅僅維持咗10幾年就徹底破裂。更離譜嘅係，離婚之後，佢不僅分唔到多少財產，反而被爆出一大堆負面新聞，負債累累，甚至要靠變賣資產度日。佢就係可超瓊嘅前夫許晉亨。講到許晉亨，大家都唔陌生啦，佢係許世勳嘅兒子，本身都係豪門公子。家底豐厚，當年同可超瓊嘅婚禮，堪稱港圈世紀婚禮，轟動一時。當時所有人都覺得呢對豪門璧人一定會幸福美滿，強強聯合，再創輝煌。但係港妹要講，豪門婚姻從來都冇簡單兩個字。可超瓊係賭王最看重嘅女兒，一心撲喺事業上，野心勃勃；而許晉亨呢，天生就係個養尊處優嘅公子哥，冇什麼事業心。只中意吃喝玩樂，花天酒地。兩個人嘅性格同追求，從一開始就格格不入，婚姻嘅裂痕早就埋下咗伏筆。一開始為咗可家同許家嘅顏面，兩個人還能勉強維持表面嘅和諧，但係久而久之，矛盾越來越深，爭吵不斷。許晉亨嘅緋聞從來冇斷過，喺外面花天酒地，甚至同其他女星傳緋聞，傳得滿城風雨。完全唔將可超瓊同可家放喺眼裏，而可超瓊呢，一心搞事業，亦都冇心思去維繫呢段名存實亡嘅婚姻。兩個人漸行漸遠，最終喺2000年正式離婚。講到呢度，港妹就想反問一句：當年許晉亨娶可超瓊，到底係為咗愛情，定係為咗可家嘅財富同資源？離婚之後，許晉亨嘅下場就開始走下坡路，大家都以為佢作為許家公子，就算離婚亦都可以衣食無憂。但係冇咗可家嘅加持，許晉亨嘅事業一落千丈，投資頻頻失利，加上佢揮霍無度，坐吃山空，慢慢就變得負債累累。後來佢同李嘉欣結婚，看似重新找到歸宿，但係李嘉欣本身都係個野心勃勃嘅女人，兩個人嘅婚姻亦都充滿咗爭議。外界嘅負面評價不斷，而許晉亨呢，早已冇咗當年嘅風光，如今嘅佢鮮少出現在公眾視野，就算出現，亦都係滿臉滄桑，早已冇咗豪門公子嘅意氣風發。港妹覺得許晉亨嘅慘，完全係自找嘅，佢手握一手好牌，卻唔懂得珍惜，貪慕虛榮，揮霍無度，最終落得個如此下場，真係不值得同情。講完許晉亨，再講下一個，呢個女婿，當年比許晉亨還要風光，佢係娛樂圈嘅頂流，顏值演技雙在線，圈粉無數。當年娶賭王千金嘅時候，幾乎全港嘅女粉絲都哭咗，覺得佢嫁咗豪門就會退出娛樂圈，從此過上豪門少奶奶嘅生活。而佢亦都因為娶咗賭王千金，事業更上一層樓，資源拿到手軟，一時之間風頭無兩。但誰能估到呢場婚姻竟然成為咗佢人生嘅轉折點，從頂流巨星一步步淪為人人喊打嘅過街老鼠，甚至鋃鐺入獄。
下場比許晉亨還要慘。大家估到佢係邊個未？冇錯，佢就係可超儀嘅丈夫陳子聰。陳子聰當年係娛樂圈嘅當紅小生，憑借出眾嘅顏值同演技，圈粉無數。同可超儀嘅戀情曝光之後，更是備受關注。可超儀係賭王二房嘅女兒，性格叛逆，唔喜歡豪門嘅束縛，而陳子聰嘅出現正好符合佢嘅胃口。兩個人很快就走到咗一起，不顧家人嘅反對，毅然結婚。當時好多人都話陳子聰好有福氣，能娶到賭王嘅女兒，就算以後不拍戲，亦都可以衣食無憂。但係港妹要講，陳子聰嘅野心遠比大家想象中嘅要大。佢娶可超儀，看似係因為愛情，實質係想借助可家嘅資源，實現自己嘅事業野心。結婚之後，陳子聰憑借可家嘅關係，拿到咗好多優質資源，拍咗好多熱門電影同電視劇，事業達到咗頂峰。但係人一旦紅咗，就容易飄，陳子聰亦都唔例外。佢開始變得驕傲自滿，揮霍無度，甚至染上咗吸毒嘅惡習。大家都知吸毒係犯法嘅，更何況係公眾人物。陳子聰吸毒嘅事情被曝光之後，瞬間引起咗軒然大波，輿論譁然。佢嘅形象一落千丈，粉絲紛紛脫粉，廣告商紛紛解約，事業徹底崩塌。更嚴重嘅係，佢因為吸毒被警方逮捕，鋃鐺入獄，落得個身敗名裂嘅下場。而可超儀呢，雖然一直力挺佢，等佢出獄，但係陳子聰出獄之後，依舊死性不改，繼續揮霍無度，甚至欠下巨額債務，讓可超儀為佢收拾爛攤子。前面兩個女婿，一個負債累累，風光不再；一個鋃鐺入獄，身敗名裂，已經夠慘㗎啦。但係港妹要講，還有一個女婿，下場比佢哋兩個還要慘。佢不僅人財兩空，甚至被可家徹底拋棄，最後落得個孤苦伶仃、無人問津嘅下場，連死後都冇人收屍，堪稱最慘賭王女婿。呢個人大家可能冇咁熟悉，但係佢當年娶賭王千金嘅時候，亦都係風光一時。佢係可超鳳嘅前夫可志堅。可超鳳係賭王二房嘅次女，性格溫柔，係賭王比較痛愛的女兒。而可志堅呢，係一個商人，家底唔錯，當年同可超鳳結婚，亦都係門當戶對，得到咗賭王嘅認可。結婚之後，可志堅憑借可家嘅資源，生意做得風生水起，很快就積累咗巨額財富，一時之間風光無限。但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可志堅並不滿足於現狀，佢想借助可家嘅資源，進一步擴大自己嘅商業版圖，甚至想插手可家嘅產業。大家都知，可家嘅產業從來都唔允許外人插手。可志堅嘅野心很快就引起咗賭王同可家其他成員嘅不滿，加上可志堅喺外面嘅緋聞不斷，同其他女人糾纏不清，徹底傷咗可超鳳的心。兩個人嘅婚姻開始出現裂痕。後來可志堅因為投資失利，欠下巨額債務，佢竟然想讓可家幫佢還債，但係可家怎麼可能會幫佢呢？賭王直接表態，不會為佢承擔任何債務，甚至同佢劃清界限。可超鳳亦都心灰意冷，選擇同可志堅離婚。離婚之後，可志堅徹底失去咗可家嘅加持，生意一落千丈，債務纏身。身邊嘅朋友亦都紛紛遠離佢，昔日嘅風光蕩然無存。更慘嘅係，可志堅離婚之後，身體一直唔好，加上債務壓力太大，最終鬱鬱而終。而佢死之後，竟然冇人收屍，還是港媒報道之後，才有好心人幫忙處理咗後事。講到呢度，港妹真係覺得好淒涼。當年風光無限嘅賭王女婿，竟然落得個如此下場。到底係可家太無情，定係可志堅太貪心？可能有人會問，難道所有賭王嘅女婿下場都咁慘嗎？冇錯，除咗呢三個，還有其他幾位賭王女婿下場亦都好唔理想。比如何超蓮嘅前未婚夫，當年同可超蓮愛得死去活來，被外界稱為金童玉女。佢亦都憑借可超蓮嘅關係，名氣大增，拿到咗好多資源。但係後來，佢因為出軌，
被可超蓮拋棄，名聲掃地，事業一落千丈，如今鮮少出現在公眾視野，徹底淪為路人。還有可超瑩嘅丈夫，雖然佢依家仲係可家嘅女婿，但係佢嘅爭議從來都冇斷過。佢當年同可超瑩結婚嘅時候，被爆出好多負面新聞，比如家底造假、人品有問題等等，一直被外界質疑係軟飯男，想借助可家嘅財富往上爬。而可超瑩呢，自從嫁給佢之後，亦都被外界吐槽，甚至影響咗自己嘅形象。港妹敢大膽預測，佢嘅下場未必會比前面幾個好多少。其實賭王嘅女婿們嘅下場，亦都給咗我哋一個深刻嘅教訓：天下冇免費嘅午餐，豪門亦都冇易入嘅門。想要成功，想要擁有財富同地位，必須靠自己嘅努力同奮鬥，而唔係靠依附別人，靠嫁入豪門走捷徑。就算你有幸嫁入豪門，如果你自己冇實力、冇底線，最終亦都會被豪門拋棄，落得個慘不忍睹嘅下場。港妹見過太多嘅豪門恩怨，亦都見過太多想靠嫁入豪門走捷徑嘅人，但係佢哋當中冇幾個能善始善終。好多人以為嫁入豪門就可以一勞永逸，但係佢哋唔知豪門嘅生活遠比佢哋想象中嘅要複雜，要殘酷。喺豪門裏面，冇永遠嘅親情，冇永遠嘅愛情，只有永遠嘅利益。一旦你失去咗利用價值，就會被無情拋棄，一無所有。今日嘅港圈秘聞就講到呢度啦，大家覺得賭王嘅女婿們嘅下場到底係自找嘅，定係可家太無情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同港妹一起討論。記得關注港妹嘅頻道，每日都有港圈秘聞、明星往事爆料，唔好錯過啊！下次再見，拜拜。